今日早起呢，这海巡人员发现讲有一架这多国级的中国货轮伫大海附近趴定，随着接到这中华电信的报案，讲这货轮停的附近呢，就是大坪3号海底电缆线，已经去互冲歹去啊。怀疑讲是这货轮去甲伊拖动的，海巡随甲这货轮抓落来，登去安平港调查。专案依照着这国安站业要来处理，也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。顺风艇挖进货船了后，海巡人员无顾风影，准备爬起货船，因为这只船涉嫌拖动太平3号海缆。目前第2名人员平安登艇。海巡署2号透早先发现这只德国籍中资货轮伫台南周边海域路停滞留，随广播赶走并转停监控。尾仔接到中华电信的通报，太平3号海缆伫将军渔港西北方6海里，互人人为破坏，怀疑就是这只货轮做的。中岛甲船押回安平港调查。加派旗津舰还有150锅艇港湾来增援。那我们发现这一艘船的 AIS 船号跟它的船名不符。那后续全案依国安层级的处理原则，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。海巡上船搜证，货轮的外观注明显示是神秘琴，不过海巡拿查时阵注明是丰台168，AIS 显示丰台58。送途中船员嘛真侪改添换外观注明。军事专业是查到这只货船伫1个月前就点伫南部海域。它在左营港的外面大概有1个月左右啦。22号离开锚地，然后到嘉义布袋的附近，它有可能第一个目标是台澎2号的海缆，后来才转成台澎3号。海缆一直互人破坏，海委会要求海巡署把咱国海缆警戒区域列作重点海域。太平3号海缆虽然发生专长的障碍，不过台湾连接澎湖、金门还有3条海缆，司法部已经要求中华电信调度其他海缆转移通讯等服务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